是讲每次阮感觉就是这个移民3毛真好看，咱也可以多边钱，有这个当然就会爱情况比较好，移民上可能也分钱，都传过来，传过来，咱他们也可以弄，咱家老小就团队可以弄，也被引好，移民不要紧，这个合作的地方，我们也跳，这个起码还是，起码你在懂，在你话就是一个移民会有到这些，所以这个时代当家这个发展是无简单的一件事，这么就是咱必须一起来，你的经就对了，当然在这个代表是情感，所以不是，就是因为在台湾在对待，所以较有心的，所以将来会安怎？这也是不知，但是以前就是讲台湾会改进，我想就这个机会哦，咱邀请专业律师，现在套炸对的3个几个人出来，如果跟他做打包，他马上在这个我真早就来吼，所以咱两个拢免介绍啦吼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我是中华人。你中华人？我介绍。哦，你介绍。安尼，再来这位先生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啊？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我姓罗啦。我可能是我是客人。哦。比客人佫较客啊。真好真好。可能要再来是我客车款。是路要来个先是我客车。OK， 我这位太太，我的啊，我是妹妹哈，我有配音，我住伫顶庙，阮两个拢住伫顶庙，我本来是画图的啦，也是美术老师啊，不过真侪年我无画图，我开始development land development， 所以我足久捌画图。我是画写画吼，画是画主义的画，是写画就写我中华民国的。我因为就是叫 Victoria 哈，我唔知迄个写真款要搁加讲几个，还是即我再补一个好无？因为你无讲，大家唔知吼。实际上是伊是28个受害者，因爸爸吼身份无偌久，因爸爸是迄个日本的庆应大学吼医科，做迄个宜兰院长、编译院长吼，伫迄个3月吼。1947年3月，国民党拍死者。迄当时，贝鲁斯伫因妈妈的腹肚内吼3个月，所以因的真正复杂。即个囡仔若写出来，无管是查甫还是查某吼，爱胜过中华民国，所以胜华，这互大家有一个观念。所以我相信即个人，若去伫华府替台湾人做代志吼，是。应该是无问题啦，应该是无问题。我来补充一下，歹势。你无，我开讲咯。好。你若要翕 video， 你调这个。OK。